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アホンです。今日のトピックはこれ、それ、あれ、どれについ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我来解说什么是これ、それ、あれ、甲どれ。头一个是これ，これ就是这。譬如讲，你手摕一个物件，就讲哦，这是笔。这是什么物件？这 OK， 这过来所以，譬如讲，你甲一个人咧讲话，阿明，譬如讲伊徛伫你的面头前，就讲阿明，啊，你手摕迄是啥物件？迄 OK 哦，迄就是所以 OK， 所以啊过来，啥物是阿咧？譬如讲，你甲阿明咧讲话，啊，天顶有一只物件咧飞。你毋知啥物物件，你就问阿明讲：迄是啥？迄是啥？这个时阵就用阿咧。所以甲阿咧，虽然讲台语拢是迄，毋过阿咧是较远的迄个迄。OK 哦，较远的，就是恁两个人咧讲话，啊，搁较离恁两个人搁较远的迄个物件，就是用阿咧。所以就是较近的迄物件。过来，倒咧，譬如讲，头前有足侪物件，啊，有人讲，我想要伫迄，你就问讲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倒咧，倒一个，带一个，安尼。好，咱来看例句头一个文法是，これはAです。これはAです，就是。这是 A， 这是 A。譬如讲，阿峰甲阿明咧讲话，阿峰就用手比，阿明手摕迄物件，问伊讲：それは何ですか？阿明就讲：これは私のスマホです。これは私のスマホです。这个时阵阿明就用これ。因为是阿明这边呢，所以用これ。スマホ就是手机啊，smartphone 啊，智慧型的手机啊。过来，これは誰のパソコンですか？これは誰のパソコンですか？这是谁的电脑 ？OK， パソコン就是一般讲笔记型的电脑啦，パソコン ，OK 哦，パソコン。打咧就是谁，谁咧就是加一个 no，OK， 打咧 no， パソコンですか ？OK 哦，这是谁的电脑 ？OK， 过来要介绍この、その、どの。好，加一个 no 就是，譬如讲，头拄仔讲これ是这嘛。この就是即个后壁接名词 ，OK 哦。比如讲，即个物件，即个啥物物件，就是用この啥物 ，OK。その、どの拢共款 ，OK 哦，拢共款，就甲头拄仔的それ、あれ、どれ，只是讲即个时阵就是变做后壁接名词。来看文法この絵はB のです。OK， この絵は B のです。这个 A 是 B 的 ，OK， 这个 A 是 B 的 ，OK。我来解说この絵は，迄个我是啥物意思？头前一直有出现迄个我就是讲一个助词啦，就代表讲，头前迄个物件，この絵は就是この A。迄个 A 是一个重点，用一个助词安尼。この A は就是你就知影讲，你要讲この A 这个物件，比如讲私は，就讲就是你要讲你家己，私は啥物款，迄个です就是的意思。OK，この A は B のです是 B，OK です，です是较礼貌的讲法。
就对是大人，对一般就是青分人咧讲话时阵，就是会使用です，迄是较礼貌诶。好，来看例句。来头一个是このメガネは誰のですか？这个目镜是谁的 ？OK， このメガネは誰のですか？好，回答人就讲，このメガネは私のです。OK， 这个目镜是我的。好，このメガネは私のです。过来，阿峰甲阿明咧讲话吼，明峰吼，阿峰就问阿明讲，動物は何ですか？就是迄个所在有一只动物，是虾米动物？動物は何ですか？吼，阿明就讲，どれですか？どの動物ですか？就是讲，倒一只动物啊？吼，你是讲哪一只啊？哦，你是讲哪一只？哦，どれですか？どの動物ですか？どの后壁接名词吼。阿峰就讲用手比讲，あれ啦，動物です。吼，あれ就是迄只啦，吼，迄只动物啦，吼。阿明就知影讲，あれは犬です。あれは犬です。OK， 就是迄是狗啦，吼，迄是狗啦。阿峰就讲，そうですか，就是代表讲，原来是安尼迄种感觉吼。そうですか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吼，就是讲感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吼，这是就非常正式的讲法吼。一般去日本外口，就是店员甲店员去叫买物件讲话，拢是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较礼貌。较礼貌。阿明就讲意油，买啦。这个意油一般是朋友之间咧讲话啦，吼就用意油，OK 哦，意油买啦。好，安尼就介绍到这吼。咱就后改再会，这嘛等呢。